遊行。各位歡迎收睇6點半新聞報導。北韓第一次公開發放領袖金正日第三仔金正恩嘅相，反映出佢嘅接班人地位已經確立。同時，南北韓2年嚟第一次重開軍事會談。北韓官方報章《勞動新聞》頭版刊登勞動黨高層成員喺平壤錦繡山紀念宮前嘅大合照，相信係領袖金正日嘅三仔金正恩坐喺畫面前排金正日左邊第2個位。相片中嘅金正恩表情嚴肅，頭髮中間分界，體型肥胖。傳媒話佢同爸爸金正日同埋爺爺金日成非常相似。北韓電視台亦都第一次播出星期二舉行嘅執政勞動黨代表會議嘅片段。金正恩同埋金正日嘅妹妹現任輕工業部長金敬基一齊坐喺台下面第一排。被視為係金正日接班人嘅金正恩已經獲選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相信係接掌爸爸政權嘅第一步。以往外國傳媒都難以得知佢嘅資料，有啲甚至係只得佢一張少年時候嘅相。南韓傳媒報道，金正恩因為外表同埋性格都好似爸爸而得寵。喺04年，佢曾經試圖喺奧地利刺殺同父異母嘅哥哥金正男。估計金正恩身高大約1.75米，即係大約5尺7寸半，體重超過90公斤，即係接近200磅。報道話佢有高血壓同埋糖尿病，08年曾經病發，令到金正日因為擔心而中風。有消息話金正恩冇任何功績，但係憑住爸爸提攜而登上高位，引起軍方中部分人不滿，背後稱佢為小家伙。而喺平壤，軍民都慶祝領導人金正日再獲推舉為執政勞動黨總書記。而南北韓就喺休戰村舉行近2年嚟第一次工作級軍事會議。南韓代表強烈要求北韓承認炸沉南韓軍艦天安號並作出道歉。北韓就唔認同南韓嘅調查結果，雙方並冇確定下次會談嘅日期。無線電視記者曾孝珠報道。日本政府設法修補因為釣魚台撞船事件受損嘅中日